OK 啊，等一下我会讲话，你就照刚刚那样唱就好。我顺序就是这样。好，我们华语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又再一次来到我们神的殿，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们第一首诗歌《耶和华已经行了大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大步将云彩当遮盖，那见识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还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施展他的大恩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拍手，再来唱一次。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息。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
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先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主，你是我们这世界的盼望，主，你是我们这世界唯一的真光。即便我们人生会遇到很多黑暗，但主，唯有你能够照亮这一切。主，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是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主，我们万国万民都要来敬拜。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主，我们在这圣洁的光中，我们要高举你耶稣基督的名。主，我们天上地下都一起来敬拜。主，祈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新的一年，求你继续的看顾我们。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选择我们当你的儿女。主，我们在这一生都要定义的跟随你。主，祈求你再次更新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再一次活出新的生命，并且在这世界当中高举你耶稣基督的名。主，祈求你安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来做接下来的礼拜。还是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来用新的诫命来宣认我们的信仰。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实也相仿，就是爱神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奉献。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路加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上帝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上帝与人中间的道路，使我们能与上帝重新建立关系。亲爱的阿爸父神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荣耀国度在我们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信实不改变，你的应许永不改变。父神，谢谢你，你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回应你对我们的爱。父神，愿你的国度降临在这里，
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赐下圣灵帮助我们能谨慎的生活，遵行你的旨意，以喜乐的心奉献。主啊，你必坚固我们，你必照你在基督里，耶稣基督里的荣耀和丰富，满足我们一切的所需。主啊，谢谢你还垂听孩子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教会的意向是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愿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都能在基督里用新的心、新的灵，盼望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好，我们有那个教会消息哈，我们看在第3项，下个主日2月20号要举行今年度的第1次圣礼典，请欲受洗的兼信礼的弟兄姐妹们向牧师报名，一力安排相关的事宜，并请会众预备心，与主同坐席。主日后要召开会员和会，应出席会员名单已张贴以公布栏。若有人不可参加者，请向小会员请假。团契消息呢？2月25号，我们教会北中松年的举办那个新春野外礼拜。我们教会的是2月27日下午1点，琴社团契新春踏青，地点是新店碧潭。其他明细还是奉献的名单，自己看。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跟我们干事自己联络，谢谢。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旧约约珥书2章28节到30节，28到30节，我们一起用心来攻读我们今天的经文。请，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预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31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讲到一节牧师讲到，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新生命的开始，请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你在新的一天，你召聚我们来到礼拜堂，透过我们聚在一起，聆听你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的内心有一个新的一个盼望，新的一条路，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走在你要我们走的道路上。我们将同心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今天那个敬拜团带的那个歌曲哈，几乎把牧师等一下讲了哈，都已经涵盖在里面。所以刚有没有专心唱啊？有句话这么说：人的态度决定一个人的高度。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他会受尊重，主要是在他的态度上面。我们信仰又何尝不是这样子？信仰的态度如果只是玩玩，我们就会有那种弃之可惜啊，但是食之又无味啊。每个礼拜要来到礼拜堂，会觉得很辛苦，很辛苦。会觉得很辛苦，而且这个信仰也让我们觉得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限制。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没办法在这个信仰的旅程当中去经历我们的神是一个超越万有的神，而且我们的神更不会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神，你会经历到无到有。所谓的无到有，就是说我们不曾想过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或者我们会没办法去经历说我们的神是一个从黑暗到光明的。常常听很多信仰前辈这么说。黑暗到光明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觉得已经不可能的，但是竟然出现了一线的生机，以至于我们的连日，我们的生命是不断在被更新的，不断在被更新。马太福音书6章21节这么说：因为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大家来，你的心在哪里？你的什么？你的财宝也在哪里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我们追求的是什么的心？你现在追求的是地位、金钱、网络。上礼拜志梅牧师讲了一个瘾，你追的那个瘾，那个心是什么？今年是马偕来台宣教150周年。马偕博士特别对北部教会的信仰影响非常的大。马偕在他10岁的时候，他听到有一个宣教师到中国去宣教的故事，他内心深受感动。他立志，他长大也要成为一个宣教师。故事没有就这样就停了。之后，他在加拿大完成了他的大学、神学、医学的学业之后，他就来到了台湾淡水。在台湾的宣教的经历，超过马偕在他故乡他从小的立志，以及他在学这些神学、医学的过程当中，他没办法想象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会在哪里。上帝果然给马偕博士行了大事。那马偕博士在台湾有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开始。我们今天要从今天的经文来看看旧约时代这群态度上3心2意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的哪些事情。今天的耶珥书短短的3章，如果弟兄姐妹有跟着新眼光读经再跑的话，短短的3章让我们读起来非常的沉重。有人说耶珥书其实是在对新约影响最大的一卷书的其中之一，跟以赛亚书是一样。虽然只有短短的3章，在耶珥书一开始，耶和华就透过耶珥要以色列百姓要听，任何人都要听。听常常是上帝透过先知向他的百姓传讲的一个方式。当以色列百姓的信仰走偏的时候，上帝就透过以色列的先知跟他们传讲：你们要听啊，要回头啊。耶珥不只希望百姓要听，
你听了还要将听到的事情怎么样传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因为以后将有更大的事情会来发生。什么事呢？在那个时代，上帝要透过一群又一群的蝗虫来审判犹大，他们所犯的罪。蝗虫让我们想到在出埃及记里面，第几灾是蝗虫？来考试一下，第几灾是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有10个灾害嘛？哈，来，请问一下，埃及那个蝗虫是第几灾？第5灾的举手？第8灾的举手？好，亚斌举手，对，第8灾。啊，没有，牧师只是让大家身为那个焦点那个哈。第8灾，哦，在第8灾的时候，法老依然硬着心不放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我们就知道之后就有一个蝗虫的灾害就出现了。蝗虫的灾害就好像啊，我们现在突然天气很好，大家有经历过吗？突然大概在5分钟、10分钟，突然天色变得非常非常的暗。蝗虫过境到埃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整个埃及地变得黑暗，被蝗虫盖住了，这么多。当然了，食物、蔬菜、果园一定全部都被吃光了，没有留下一个东西。在农业时代，不要说农业时代，现在也是哦。如果我们这边有蝗虫的灾害，是很恐怖的哦。有句话这么说：“民以食为天”，啊，台语这么“家崩红地多”，代表说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不只对那个年代，对我们现在也是啊。最近过年左右的家庭主妇哈，牧师也是家庭主妇啊哈，买不到鸡蛋，你知道吗？买不到鸡蛋多恐怖啊！哦，我们家的那个2女儿哈，要早上起来吃蛋饼，没有蛋啊，蛋饼怎么办？那蛋饼皮就没有用了，所以蛋，我们可以想象，当那个蔬菜果园都没的时候，它的严重程度其实不会输现在的病毒哎。当土地不再生产五谷的时候，会造成粮食的危机，人跟食物就会活不下去。当没有食物的时候，人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你在很饿的时候，你的人会怎么样？很烦，对不对？很烦躁。人真的没有食物的时候会失去理性啊。我们以前有听过人吃人啊，真的到那时候是人吃人，那个是会有一个动乱发生，战争发生，就遍地都会有尸体的，有尸体的地方就会带来瘟疫。一只蝗虫是不是很可爱？有句台语叫做“超咪啊什么”啊，南龟缸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哦。一只蝗虫很可爱，但是一群又一群的蝗虫哦，是上帝的审判啊！无论是对法老王、对犹大那个以色列百姓，他们一起犯了一样的一个罪，就是得罪了上帝。他们除了上帝以外，还有其他的偶像跟神明。他们不听众先知的呼吁，其实路只有一条，就是死路。蝗虫是耶和华上帝的日要临到的一个记号，蝗虫也是上帝要审判犹大的记号。当蝗虫一群又一群的攻击，带来犹大全地的干旱。刚才诗歌也有带我们唱，当干旱来临的时候，万物会失去生命啊！不止大地会干旱，我们人有时候，当我们干旱的时候，我们的人会没有生气，没有生命啊！很多人没有求生的意志，是因为他的心都已经干掉了。他觉得我活着没有意义，两眼无神啊！在这样黑暗的时刻，以色列难道还有盼望吗？这个是在先知书里面，每一个先知就在呼吁说，在问上帝说：难道还有希望吗？难道还有新的生命吗？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其实也是更多怜悯的上帝啊！蝗虫是上帝审判的记号，但是蝗虫也是上帝爱的记号啊，提醒我们怎么要悔改。所以这个记号是一个光明跟黑暗同时存在。
看你要选择哪一方面，怎么去做。约珥在这个时候呼吁百姓要悔改，在约珥书2章13节说：“你要撕裂你的心肠啊！你不只是要撕裂你的外衣而已啊，不要做那个表面的。真心的悔改，归向上帝。上帝是有恩典怜悯，他不会一时很生气，就像孩子们会认错之后，当做父母亲的不会一直这边生气的。我们上帝更是，他有丰盛的慈爱，他会改变心意。当我们是真心的悔改，离开我们的罪，这是上帝的本性，他愿意赦免人的过犯，他会将灾害收回来的上帝。人真心的悔改是归向上帝，是我们生命转变的契机跟机会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当人愿意听进去上帝的话，信告上帝，遵守上帝的吩咐，就好像箴言里面所讲的，一只小鸟被捕鸟人捕在网笼里面，会逃脱啊！被网弄到那个时是走不掉了啊。我们以前我小时候在乡下里面都有弄那网子啊。鸟只要飞过去，在那边大概都是会死掉的。又好像我们信靠上帝，愿意悔改，又好像是我们在生命的黑暗当中，我们看到一点点的灯光啊，那个是一个很希望的灯光。上帝的怜悯，他的神迹就出现在以色列那块土地。在耶珥书里面有描写，上帝降下雨水。世间的万物又重新生长起来。前几年台湾没有水，是不是很痛苦？日月潭最近看到很多的网友去日月潭玩，很开心。那一阵子日月潭是一滴水都没有，干旱。我们可以想象，干旱就像是这样的。但是当有雨水降下去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开始又有五谷菜，那个蔬菜会长起来。有蔬菜，我们可以就做酿酒、酿新油，啊！上帝透过约珥书2章25节，啊，对犹大的应许，我差遣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那些人差过去的蝗虫、蝻子、蚂蚱、茧虫，那些人所吃的，我都要补还给你们。当我们真心的悔改，就会有神迹出现。我们以前失去的。我们以前所遭受的委屈，上帝说：“我会加倍补还给你们，让你们恢复到以前的丰衣足食，而且还有剩啊！”上帝果然为了以色列行了大事啊！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开始。今天的经文，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读这个经文。第2章28节到29节，这个也是一个影响非常深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请。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就念到29节。以后，致使耶珥，他那时候在说预言是在他之后，他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几百年之后。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知道说，在新约的时候，就是耶珥在预言的那个时候。他耶珥的预言是什么？预言是有一个圣灵浇灌。凡有血气，就是活着的人，都可以让圣灵浇灌，不分男女老少，不分你的种族地位，仆人使女。圣灵在旧约那个年代，并不是很普遍性的事情，是一些上帝特别拣选的先知，或者是长老，或者是特别的人，上帝透过异象，透过梦，透过上帝的话，对他们启示。所以不管是异象、梦或者是话，其实说上帝跟人启示的一个方式，那个是一个媒介。就像耶珥书1章1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儿子约珥的身上。”
上帝向耶尔启示他的话。许多的先知也是这样子，用这样的方式在被呼召。希伯来文这个灵，灵的浇灌，这个灵，灵的意思就是如风似气啊，很像风。我们知道风有微微的风，也有什么风？也有大风、狂风。气就是我们的一个生命，这个灵是一个有生命跟有力量的。圣灵是上帝力量的展现，常常表现在一些不寻常的身上。牧师以圣经的故事里面有2个人物，大家很熟悉的，来做个例子。参孙，参孙因为上帝的话临到他，让参孙怎样有力量，把狮子撕裂掉。这个在我们来讲是一个不寻常的。我们人再怎么样，在你去健身房健身，再多有力量，你要打赢狮子其实是不可能的，还尽量把它撕裂的。第2个是基甸，上帝的灵临到基甸，让基甸怎么样有智慧，他有能力带兵打仗。我们看到许多的人物，但以理，还有我们上个礼拜的何西阿，甚至上帝的灵让以西结看到死人复活。弟兄姐妹，耶尔所说的预言，已经在五旬节降临的这事件上面来成就了。圣灵的降临代表教会的开始，也就是说，这2000多年前来，这2000多年来，许多信仰的前辈，他们有能力去宣扬上帝的福音，做许多的事情，都是圣灵与他们同在。150年的马偕博士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在尊荣马偕这个人，他虽然很优秀，10岁就立志，读了神学、医学，许多的科学，但是跟马偕博士一样优秀的人太多了。但是圣灵在他身上，他顺服；圣灵在他身上，他的大的能力，可以漂洋过海，来到台湾淡水，建造教会。当人愿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救主的时候，当我们悔改受洗，我们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让圣灵充满，就好像先知一样传讲上帝的话。所以也就是说，我们都有被圣灵充满，对不对？有的请举手。怎么有人没有？我们牧师不讲吗？当我们悔改受洗，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我们就可以跟先知一样讲话。所以也就是说，牧师在问先知的人，请举手。如今是一个信徒皆先知的时代啊！我们都是先知，只是你有可能变成假先知。我们都是先知啊！换一句话说，圣灵充满，让我们宣讲上帝的话。宣讲上帝的话是基督的教会跟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的一个权利啊！我们都有圣灵内在我们的这个能力，如同那个先知一样。耶尔看到的就是这个意象，圣灵浇灌在还有血气的任何所有的人，而这个权利跟你讲的语言没有关系，跟你讲的你信主多久其实也都没关系。所以牧师的祷告不是比较有能力，不是牧师这个职分祷告比较有能力，是牧师有没有要成为，我们这么讲，你牧师有没有要成为真先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要成为真的先知？你有圣灵在你的能力里面。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上帝将他的生命注入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上帝将雨水灌溉在那个干旱的大地是一样的道理。让软弱的我们、心里饥渴的我们，让我们愿意信靠他，让我们变得刚强啊！让我们可以重新活出属灵的新生命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么讲啊，所以大家怎么会觉得没有圣灵充满了？
我们常会圣经里面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谁活在我心里面？基督啊！当有基督活在里面，圣灵就跟你在一起啊！怎么没有呢？除非你没有基督活在你里面啊，我们就会改变。在未来，耶尔在预言未来一定有更大的一个灾害。在耶尔书30节到31节，在天上地下要显出奇事，日头要变为黑暗，这都在描写。耶尔用很文学的描写，会有大的事情，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没到之前，我们现在不是就很多这样的一个兆头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吗？我问我们这边年纪最大的，好像是我，有没有？修霞姐，哦，爱珍，没毅力比你年纪更，毅力比你小。你以前有做过礼拜戴口罩的吗？我们以前做礼拜戴口罩，是因为我今天生病了，我戴个口罩。可是我们现在今年大家都要戴口罩了，这个都是一个兆头。有许多就好像蝗虫的记号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要悔改，要回头。刚刚牧师讲了鸡蛋之乱，去年呢什么卫生纸之乱，这个背后都有很大的意涵在里面。尤其近几年的新冠病毒，是全球未有的。你问长辈，他们从来都没有看过的，没有听过的。这个疫情，牧师昨天上网查，已经死了580万。你可能没办法想象那个数字是多少。580万，因为太多了。牧师把它缩小，我们台湾一年的死亡人数有13万个人，一天有300多个人，你应该比较有感了。300多万人在台湾一天，牧者常常跑殡仪馆，会知道那个火化是一个接一个，台北市而已，一个接一个，任何的原因过世的，你看这个瘟疫就有580万。我们是有信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有属灵的灵敏度啊。我们有这个信仰，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有属灵的灵敏度，就是说，发生在我们周边的事情，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上帝在提醒我们，上帝把它当作记号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在这样慌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更倚靠上帝啊？还是你继续倚靠了自己，倚靠了世界？上个礼拜志梅牧师的讲道，让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扎心啊。一节牧师也很扎心啊，志梅牧师自己也很扎心。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礼拜之后，弟兄姐妹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哪一个营啊？”哦，上个礼拜大家那个。然后也有弟兄姐妹马上跑去跟志梅牧师说：“志梅牧师，明天下礼拜我9点半前一定会到。”他有迟到的瘾啊。我们可能有怕东怕西的瘾，可能习惯找借口的瘾，可能常常跟上帝斤斤计较的瘾。其实这些都是记号啊，这些都是记号。圣灵会常跟我们同在。他会透过兴起环境，你上班的环境，或者透过牧者的讲道，或者透过弟兄姐妹、长子弟兄姐妹对你的关怀，向我们发出不同的一个警告。我们有没有将上帝摆在第一位，还是我们是将世界摆在第一位？耶尔书2章32节。到那个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弟兄姐妹，新的生命，上帝早就给我们。当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因为有圣灵的内在，我们也悔改啦。圣灵的内在，就会有圣灵的力量与我们同在。圣灵也常常他愿意会感动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带领我们。这个时候就看我们自己，我们已经有这样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继续顾念我们肉体上面的需要，
我们继续对这个世界的罪恶所引诱，我们的态度一样是随波逐流吗？我们一样抓住看得见的今生的盼望吗？你们可以想象，牧师用个例子：当我们感觉到自己力量很大的时候，圣灵的力量就变小。当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在做事的时候，很多透过任何的环境，透过弟兄姐妹对你提醒的声音，你就听不到，是不是这样子？当我们如果只看得到自己，我们怎么可能可以感受到圣灵的力量？最后，牧师要放一个20秒的影片，啊，敬拜团可以先上来。20秒的影片，对大家今天的一个取喜哈。等一下大家请注意听哈，这个影片是在智能高中，就是停车场出来。等一下礼拜完之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树是好树，它结了很多好的果子，然后发生了很奇妙的事情。好，来。声音大一点。牧师期盼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好的生命树。当牧师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我是耳朵先听到怎么那么多小鸟的声音，其实走过去的人都没有人去看，然后很多果子掉下来，里面大概小鸟大概有100来只，我看到非常的震撼，我终于明白，马太福音7章17写说，这样凡好树多结好果子，而坏树结坏果子。那2棵是好树，它结了很多的好果子在上面。以至于有很多的鸟、走兽会飞到它身上，靠着这个果子来过活。这棵树它是好树，它展现不出不一样的一个能力。马歇博士在台湾也是结出许多的信仰的果子。他也说，他这个身体死了，落在土里面，因着他的信仰，结出许许多多的果子。不止长老教会，其他的教派一样，因着马街许许多多宣教士他们的果子种在土里面，影响不止影响基督徒，影响许许多多的人。愿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如同马街博士，我们要立志，我们要从这个时候开始，让一条新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来彰显。让我们自己变少，让耶稣变多，让圣灵更多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早有这个能力了。圣灵在5旬节已经浇灌，还我们求告主的名。圣灵，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圣灵就会充满在我们身上，也让我们一代又一代结出好的果子。我们一起来站立这个回应诗。的盼望，为你的晨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万国万民起
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你的灵现在就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那个好的树，结实累累。也恳求主，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行那大而可畏、奇妙的大事，让从今时开始，我们有一条新的生命，有主同在的一个生命，要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来彰显。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唔免惊，拍手。哦，主，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一起来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哦，我们来写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哦，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样走每样，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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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哈利路亚！好，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交易请安。